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中部落大雨有落树崩去，苗栗头份有民众挑倒摆互树仔公着，原里甲台中市的北区拢有汽机车互树仔地着。立法院下晡针对国防特别条例开第4届条约协商，部分期是坚持爱有美国法技师，民进党团嘛呼吁南北甲全面安全徛做伙。台北市政府宣布讲要提供鸟鼠啊、警防师来协助防治。环境部长裴启明是建议讲，应该得爱找专业的人士来斗3工。来看华南喷河区已经离开了，所以今仔各地雨水已经较少了，开始好天，温度嘛回升哦。也毋过气象署是提醒讲，拜五又搁有风面，佮加上东北季风增强，所以会搁落雨。北部甲东部地区得爱特别注意短暂阵雨，也是讲落雷公雨。天顶虽然有一阵厚厚的云，也毋过会使看到日头已经出啊。华南喷河区豆豆啊离开台湾，各地区的雨明显减少，天气豆豆变稳定。气象署讲，拜3早起云减少，气温嘛清转来。啊，若部分的所在高温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毋过要注意，拜五也有另外一波风面要来咯。会有锋面通过以及伴随着东北季风的增强，所以在降雨范围主要会是以北部。还有东半部跟山区为主，那北部地区可能降雨范围会比较偏广一点，要留意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的现象。那其他地区会比较局部一些。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天气阁转做无稳定。面对5、6月黄霜雨季，就惊讲会去拄到地灾性的大水雨。啊，因为黄霜雨的方面，就是刷动的速度真慢，若是水气阁真饱，就真高，伫一寡所在造成灾情。气象专家提醒，每一波黄霜雨的系统所带来的对流，这强度拢袂使甲看轻。敢会地灾，就要看方面停留的时间是长也是短。这一定会发生到多大的雨啊？那个都还要再看，因为下雨的过程主要是对流性的，还要看它的移动是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停很久，这个都是跟自灾是有相关的。但是这个2、3天以前就讲说它一定自灾，倒不见得可以这么肯定啊。另外，伫菲律宾东方海面也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要发展，后续有机会正做今年第5号的风台下级比。气象署观察，因为目前离台湾是较远，佮加上大气环境无适合互这个继续生长，所以目前对台湾无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中部最近这几天是落大雨，有一寡路树崩去。伫苗栗头份是有民众翘倒摆去互树仔公着，目前搁会抢救。伫原里公所图书馆的边仔嘛有路树倒去缀着4台车。另外，台中市北区路边的树仔嘛去缀着2台汽车哦，车主是真怨叹。大雨当中，救护车赶到位，一个机车技师倒伫涂骹。苗栗县头份市兴隆路初5下晡5点外，发生路树倒落去的意外。30岁技师经过时阵，去互路树牵着分别倒伫涂骹。救护人员赶到位，已经无心跳甲喘气，头部佫有3公分的裂伤，紧急送病院治疗。地方的里长就怀疑，可能是因为落雨几若天，才会造成树仔紧烂去，才会倒落去。应该是下雨天的关系啊，树根腐烂，然后整棵树倒下来。救护人员到场评估，患者为欧卡，现场立即给予 CPR，AED 不建议电击，后送为公医院。电眼翕到一张大青仔向倒落去，同一天暗时9点外，万里镇公所图书馆边仔停车场嘛发生路树倒落去的意外，造成4台乌托邦汽车损伤。公所赶工派人赶紧甲刷掉，民意代表认为这嘛甲落雨有关系。雨水都在我们的树枝上面，刚好树枝就因为下面又地坪改善它是比较疏松，它整个又因为雨水的力量，整个倾倒压回来。台中市同款嘛传出灾情，北区英顺路台中二中边仔一张老青仔嘛因为落大雨袂堪折，伫咧初六半暝3点外倒落去，缀伫咧路边2台轿车顶头。车主透早要上班才发现，永康处赶紧派人把树仔挂掉。因为我们住前面而已嘛，那我们就是要上班了嘛，然后我就是下来，我就看到这边一堆人，然后又看到树倒了，我会担心，我就过来看啊。赶到这边7点左右要移走，一看哇昏倒了，上班嘛，我现在是赶上班了，现在上班也 delay 了。苗栗头份兴隆路的路树是伫咧私人的沙坡地，公所会联络地主做预防性的修剪，伤者目前已经转送去台中的病院急救，已经恢复生命正常。苗栗县立图书馆的路树是公所管理的，煞尾会协助车主保险理赔。也若台中市英顺路的路树是伫咧台中二中体育馆外口的人行道，学校强调会负责理赔保险，嘛会甲路树全面健康检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金华酒店开伫台北大地泰国式海鲜自助餐厅泰市场，最近是有民众讲，因4月底去食煞，身体无爽快哦。去看医生，医生讲是为着脑瘤病毒。台北市卫生局嘛表示讲，通报是讲有19个人去用餐，7个人无爽快，其中有2个人有去就医。 我很肯定一定是他们那边的料理出问题，所以我小朋友隔天都没有吃东西，最后一餐就是在台市场。其他人的话，像我的症状，我接我儿子回来晚间，我开始才像他这样，晚上睡觉的时候开始会胃寒啊、发烧啊，然后一样也是拉肚子，女儿跟我的状况是一样的。台北市卫生局于5月1日晚间接获新北市卫生局转知医院通报，基于5月2日立即派人至公散场所进行卫生稽查。 现场查有人员备餐时未佩戴口罩，一项缺失。卫生局已经有去做卫生的稽查发现讲备餐的人员无挂喙罨，要求讲5月初5进前改善。金华集团嘛发声明表示讲，伊会配合稽查，嘛已经有针对工作人员来采检甲化验，未来嘛来强化食安哦，嘛对人客会室的强调讲，嘛已经有甲受害民众联络，会个继续来追踪。 再来看高雄的三明区有一间国小边仔公园哦，有家长讲下课的时，拢有人会来接卖刺绣啊。其中哦，佫有真侪中国进口的刺绣啊。家长是真烦恼，讲会有食安的问题。卫生局嘛表示讲会派人去稽查。 放学时间到，一大群囡仔围伫咧大头买物件。有家长打问讲，高雄三明区的义德公园最近出现一大团伙，专门伫学校边仔卖刺绣啊。因为敢若具备中国食品，家长讲这具食安的疑虑，囡仔唔知影好歹就食落腹肚，若是出问题，谁要负责？毋望卫生单位甲学校爱重视这个问题。刺绣啊，丢啦，你啊。 已经来卖足久的啊！卖好啊，足久啊！足久的啊！大约你有印象是几个月还是？他几档啊啦！小朋友他哪知道，他也不会注意去看，他喜欢吃的，偶尔他就买啦。他摆时间也不会很长啊，都是放学时间而已，所以我们一般他卖什么，讲实在话，我不会去注意到他。 伫咧百大附近的涂骹，阁有看到中国刺绣的包装袋啊，因为惊有食安的问题，中国刺绣啊进口来台湾卖有严格规定。进前卫生局就捌大动作，针对高雄的夜市啊、路边摊来稽查中国的刺绣啊。里长甲学校拢讲，进前毋捌有人反映过这件代志，已经通报卫生局甲警察机关，同时加强对囡仔的食安教育。如果是分装的方式，那可能也标示不明，那个有效期限那些等等都是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也持续的跟老师宣导啊，在利用教师晨会的时候，跟老师宣导要教育孩子不要去购买。卫生局表示，将会派人去学校附近加强稽查，只要发现卖刺绣啊无符合食安法的规定，相关会当罚300万。另外，甲打摆伫咧公园人行道顶悬已经违反道交条例，警方讲会加强巡查处理，只要发现就会开单，相关会当罚2400块。记者柯家族邱超阳、高永昌报道。 来看，立法院长韩国瑜今仔下晡会针对国防特别条例召开第4届的调野协商。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是表示讲，一定要有美国的法技师哦。也毋过，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法技师签署的期限一般只有45天。那等到法技师来，才要来通过条例甲预算，时间上逼咯。这等于是立法院无时间通审查，安尼颠倒才会是空白授权。 国防特别条例调野继续纠结，立法院长韩国瑜下晡特别召开第4摆调野协商。国民党团家己出的2个版本拢超袂罢。党团总调鲍坤基就表示，各版本的共识就是一定爱美方的法技师。对这件代志，国防部长郭立雄嘛亲身出来说明，讲这1.25条正义的版本是经过2冬的讨论，美方会正式提供文件。毋过，若讲到买卖意愿、交易的时间，还佫有金额，若要等到法技师送来了后，才通过条例甲预算，安尼时间会真晏，这才是真正的抗辩授权。发家书的这个期限一般来讲差不多在45天。那发家书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事先去审过那个
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放调，无可能通过1.25条正义的版本，若八嘛有可能斗阵甲商业买卖，还有委托制作方式。郭立平表示，1.25条是因应整体作战的需求，经过甲美方长期的讨论，包括军事买卖、委托制作、商业买卖，拢是整体战略重要的一部分。另外，外国媒体《纽约时报》嘛指出，台湾甲乌克兰透过非官方的合作，深化交流。国军嘛甲乌克兰学经验，学习无人机的作战。郭立平嘛做出回应。涉及到不对称或者涉及到这个无人载具，或者涉及到新兴的这个科技的应用，我们都非常的密切关注。那我们也会比较这个台海的这个情势，在防卫作战上面的一个需求的相同点跟相异点。也那占南国造海鲲号是要拼6月到7月的交会，最近测试的脚步水落去，外界拢真关心下面测试还有超雷测试的时间表。郭立平表示，会伫咧安全甲品质要求做装备检验，还有校正。若有具体进展，相信台船嘛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蔡实会5月中要举行，美国总统川普讲到2个人会针对经济贸易，佮最近甲伊朗的战争来和习近平面对面讨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嘛表示讲，台湾应该卖讨论到台湾问题。We'll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I find him to be a tremendous guy. 后礼拜川协会要起稿，美国总统川普伫公开的发言当中，展现对中国的正面态度。毋若恶倒习近平，也讲到美国甲伊朗的战事这个议题会提出来讨论。He's been very nice about this. In all fairness, he gets like 60% of his oil from Hormuz, and I think he's been very respectful. We haven't been challenged by China. They don't challenge us, and he wouldn't do that. I don't think he'd do that because of me. But I think he's been very respectful. 自去年10月底，川普甲习近平伫南韩釜山会谈了后，各面对面，苏当时罕见无讲到台湾的议题。原来这个案算会甲中东局势做伙讨论。美国国务卿罗比奥也强调，美国甲中国拢无想要看到台湾也是印太地区的稳定受到迫害。I'm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 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think that's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我们要避免台湾成为棋子，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建构自己的实力。我们要有实力，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有手段。台湾伫地缘政治压力之下，安怎避免正做美国甲中国小假的棋子？捌做过驻美代表的副总统萧美琴，透过专访以军购的必要性来做例，强调和平是靠实力，袂当互川普也是其他国家认为咱放弃家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金融机构高盛针对全球油的库存量减少提出警告，尤其是轻油佮加税的存量是上少，佮点名包括台湾等4个国家欠油的风险无遐悬。经济部是指出讲，目前咱国内的油佮天然气的存量拢比规定较济。另外，大数一只载200万桶原油的船，嘛伫初6已经到台南的外海咯，按算初7的透早就会到未了港。中东战事暂时冻结，美国声称甲伊朗谈判得到进展，不过国际原油的供应又源自安岛。国际金融机构高盛发布上新的报告，点出全球石油整体库存已经减少到大约8年以来上低水准。上欠的是石化原料轻油、液化石油气，佮直接点名南非、印度、泰国佮台湾欠油的风险较悬。即便是最近有很多的主要的供油、供气厂商陆续的发出不可抗力的因素。但基本上，我们的这个供油跟供气是没有问题，甚至到8月、9月都没有问题。而我们的中油公司对于未来甚至到冬天的购油计划都有一些 secure。经济部强调，目前天然气甲油的安全库存拢满足石油90天，天然气11天是比法规较济。国内供应无问题，价销方面也保持稳定。目前也咧规划冬天买油的计划。学者也分析，今年1月到3月，国内油消费量比去年同期呈现年减67%。国内炼油的产能是伫每一天100万桶会当应付，不过液化天然气的状况是搁较暗道。
不论日本、韩国跟中国大陆这几个国家，基本上他们的液化天然气安全存量都在30天到50天，其实比我们足足多了大概3到5倍的空间。我们目前大概有规划7个接收站，那现在每个接收站都有不等的挑战，还有很多的接收站没有办法顺利的完工，那这会造成我们的安全储槽的容量其实不够，天数也会有影响。除了透早个传出有原油送来，大数海运旗下超大型的原油船军舰轮，载200万桶的原油。对于4月中旬通过杭州海峡，即马是到台南外海，按算初一透早上8起卖了港。目前规划5月炼油产量的开动率会对43%提升到60%以上，6月会个扭悬到8%。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行政院顶个月提出讲要修正资源回收搁再利用法，搁有废弃物清理法草案早起直入欢迎审查。草案有要求环境部着爱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来督导资源循环相关的计划哦。其中专家甲环团代表的比例至少着爱有一半。用再利用的名机，甲一寡拖晒凊彩平伫咧气温啊，也是产地，这款代志常常发生。行政院顶个月通过要来推动资源循环相关的修法，再去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审查资源回收再利用的修正草案，除了要改名做资源循环推动法，嘛要求环境部要邀请政府机关、学者专家，也有环团组成跨部会资源循环推动会，监督政策的推动。若立委认为应该要定一个外部人士的比例。如果我们真的要做，让外部的人、让社会里面关注的人进来这个推动会，来帮忙检视各部门所提的到底是可行的，或者是需以委一下。除了比例以外，你是不是有一个透明度的条款？学者、专家及环境保护团体不得少于1/2，环保团体不得少于1/4。好，我们是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针对修正草案第22条规定，业者爱甲物品或者是包装容器的材质，甲写好清清楚楚。啊，毋过条文顶悬煞搁写讲，接漏资讯若准有困难，会使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这互立委质疑，这敢是咧互人弄空胖咧？一物一码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够在这个法里面逃掉。公文报告我们那2句话就删掉。行政院将资源循环相关地做这个会期优先的法案，希望会使互资源循环发挥上大的效益，嘛互废弃物存上少。其中资源循环推动法会甲管理的范围扩大到产品整个的生命过程，会加入绿色的设计，嘛会增加资源循环创新实验的刷压机制，互业者奖励甲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因为美国大起哦，今仔早起台股的指数阁起破41000点，今仔上济哦是起到800点哦，指数上悬是升到41575点，收盘的指数是41138点，是起369点，指数阁继续创历史新高。今仔早盘宽达股拢开红盘，台积电上济是起到2285块，联发科盘中的股价嘛创新高，起到3470块，嘛带动台股大起800点哦，起破41000点。也毋过哦，落尾因为台积电继续开始了，大盘嘛无冲啊遐尼凶咯。证交所是统计，今仔的成交量是有一条4491亿，嘛创台股史上第2济量。再来看台北市区哦，鸟鼠啊生团的问题哦，佮继续在传烧。台北市政府昨时宣布讲，要提供鸟鼠啊净风师来协助防治。也毋过环境部长潘启明是讲，这个名词伊嘛是头一摆听到哦。也毋过伊是建议讲，应该爱找白头蟒的专业人士来斗3工，毋通干那要靠请结队。台北市研讨会主委因为爱环境部说全国统一的鸟鼠啊监测模型，互地方政府知影讲会当安怎做。环保局消毒班的人员透早伫咧信义区、还有中正区进行鸟鼠啊防治环境的清消，鸟鼠的问题是一直浮出来。台北市府宣布会设置鸟鼠啊净防晒加强协助，民众若是伫厝有任何的需求，拢会当申请。不一个民意代表就批评讲，台北市清洁队消毒班敢若86个人，每一个人要应对超过1万多户，安尼配额根本就无可能。市府首创鼠类侦防师，就是要提供专业防鼠意见，让私领域的防治措施也升级。目前规划的人力至少是外界所称的2倍以上。环境部长潘启明就表示，这是头一摆听到净防晒这个名词。偷鸟鼠是专业的工课，建议参考新北市府找处理鸟鼠蠓仔的专业人士来处理，可能会较好。
找公务员来做的话，因为这个到底说侦防师是什么，我昨天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我会希望说很多事情可能需要靠专业的来，鼠类的点阅率在过去这几个月，在环境部的这个统计数字来筛验的话，都是点阅率都是第1名，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问题恐怕是真的是颇为严重的。皮克明嘛表示，感冒鸟鼠的问题目前无明确的定义，是每一个人感受的问题。野内民众对鸟鼠的问题其实是真有感觉的。以环境部网站统计数字来看，鸟鼠类的点阅率是最近的第1名。台北市健康会主委因为就呼吁环境部应该设立全国一致的鸟鼠监测模型，让地方政府有路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警界的挑文哦，系林的花莲县警察局刑大大队长刘宗林，被指控讲伫台北市内湖分局的时涉密，警方调查佮查出讲内湖分局另外有3个警察违法销红单哦。北检暂时发动搜查，约谈4个警察到案说明，信后是拢交保。本分局员警109年间处理交通违规罚单案，疑涉不法。本案初步了解为员警个人不法行为。本分局将配合检察署检察官积极侦办。警方调查嘛发现讲，迄当时康乐所甲东湖所有3个基站的警察，互人拜托销交通违规的红单，信后拢以10万块到50万块交保。嘛查到刘宗林伫做内湖分局警察队长的时哦，甲案情泄露互因朋友，信后是10万块交保。再来看屏东的垦丁公园，去年有4个原住民伫半暝的时阵哦，伫垦丁公园拍蜡掠梅花鹿，互警方抓到。虽然因是表示讲这是排湾族维物上佳的传统风俗，也毋过检方是认为恒春地区毋是原住民特定的原住民区域，所以无应准拍蜡，嘛以违反国家公园法，甲因提起公诉。活的死了，死掉了是不是？你打的是不是公的？母的。车道拍开，一只回落的尸体放伫遐。警方随调查车顶4名查甫人的身份。2024年9月29半暝，恒春警方巡逻时看到一台货车怪怪，甲车查落来调查。4人表示回落是伫垦丁公园拍到的，因向警方解释是因为有拍蜡为问丧家的风俗。不过落尾嘛是互检方以违反国家公园法起诉。猎人有剧烈躁动，就是这个往生者带给他的福气啦。知道部落里面有人去世，他们就去为了去拿一个除伤的一个动物啦，除伤动物来去到这个哀家镇。每晚上，那谁知道这个我们是不是闯入国家公园了？我们恐怕不是大家都能够知道那个范围到哪里吧。虽然排湾族确实有拍蜡毒伤这款风俗，而且20通会姓泽、姓王、姓区甲姓韩的4位少年人表示只有拍一只尔，但是检方表示原住民族拍蜡爱伫规定的区域，袂使凊彩猎捕野生动物，以违反国家公园法第25条起诉。垦管处嘛依法开罚。有关民众盗猎梅花鹿被起诉一案，本处再次提醒，国家公园法13条明定。国家公园区域内禁止狩猎动物，违者将依国家公园法处以3000元罚金。屏东地检署表示，原住民拍蜡文化是无受野生动物保育法限制，但是国家公园法条内底无适用保育法，而且恒春地区无伫原民会核定的所在，嘛是袂使猎捕。4名原住民应该会搁上诉，争取家己的权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最近有民众看到讲有人驶电动卡丁车伫宜兰拍走，质疑讲这款车敢会当驶上路咧？警方是表示讲，这确实已经违反道交条例，上最是罚款9000块。乡亲车驶伫咧宜兰头城宽顶东路顶悬，发现路边有人驶一只电动卡车，伊用手机甲翕落来铺上网络，话讲这实在是太危险。大型车辆它的高度高啊，你跟卡宾车这样小朋友在骑那个3轮车一样，根本看不到。而且如果一个转弯后内人插这个危险是马上会发生在轮子下面，马上上面，这是非常危险。那如果失控了怎么办啊？因为这种电动卡道唔那是真细大，佫会使驶甲足紧的，所以民众认为迄条大路车真济，那大车要转弯的时阵，可能就会甲电动卡道直接甲拗过。就算讲是驶轿车，这种细台车若是驶伫路边，这视线嘛是真高有死角。那警方表示，驶卡道的人已经违反道交条例。今日头城地区发生非属汽车范围之动力机械行驶于道路之情形，警方依规定制单举发。
警察讲，这种动力机械若要驶伫大路，应该先照规定先去请临时的通行证，袂当罚3000块以上9000块以下。违规的民众会依法开单。记者综合报道。小件化真严重，早起有民间团体就呼吁政府应该修订性别平等工作法的第19条哦。修正讲，若为着照顾囡仔，减工时唔免靠薪水，取消企业申请人数的限制，提供愈侪福利来提高咱台湾的生育率。少子化的原因真侪，其中爸母拼经济，无时间照顾囡仔，嘛是影响生囝意愿的原因之一。民团拜三开记者会讲，即马家长上大的困境之一，就是无时间照顾囡仔。现行的法律虽然通申请减工时来照顾未满3岁的囡仔，不过使用率却无到3成。民团希望修法，甲台北市政府当咧试办的减工时唔免减薪水计划扩大到全国全面实施，放连企业人数限制，互家长通照顾囡仔嘛，通兼顾收入。即马拢双薪的家庭吼，双薪家庭的爸母吼，伊下班即马标准就是5点下班，5点下班了有长些定了爱搁加班吼，所以伊无法度等囡仔4点下班的时阵，等来接囡仔。第一个原因就是法律没有强制啊，法律没有强制。第二个部分，他觉得劳工可以用其他的假，你有需要你就去请特休啊，你就去请其他的这个假。根据台北市政府的统计，育囝减工时无减薪水计划，3月份实施到达，已经超过300间的企业，500外的劳工参与。民团认为申请人数直直增加，显示制度乃当改善，政策是照机会当来推动的。民团嘛提出修法的诉求，包括取消企业30人以上的限制。把囡仔使用年岁为3岁放连到6岁，政府嘛就补助，互这代有津贴，改善一条的环境，互制度伫全国落实。只要有6岁以下小孩，就可以减少1小时工时，变成全国性的法律制度。那而且家长申请减少1小时工时的话，希望政府可以有薪资的补贴。那让家长更有动机去申请。民团希望政府改善育囝支持制度，减轻家长时间无够用的压力。互爸母有时间陪囡仔，嘛免烦恼收入的问题，才通提悬生囝意愿。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俄乌战争哦。罗西亚总统普廷是建议讲5月初8、5月初9离战胜利日这2日停火哦。也毋过罗西亚军队伫初5又在发动空袭，嘛造成乌克兰将近20个人死亡。罗西亚是搁警告乌克兰哦，那敢来破坏离战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因会搁来发动大规模的飞弹攻击。高高的乌烟庆上天，急救甲消防人员是赶去到现场，要来拍火救人。罗西亚初5下晡，搁再对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发射4粒导引炸弹，地区当地主体区甲汽车工厂着火，至少造成12个人死亡，39个人受伤。Ми прибули одні з перших на місце, надавали допомогу людям з критичними кровотечами. Поранених у мене було десь 4-5. 当救援人员在清理空袭现场的时阵，罗西亚是搁再派出攻击无人机来干掉救援。同一天的下晡，罗西亚也对东部的克拉马托马斯克，也搁有北部的切尔尼戈夫分别发动空袭，至少造成7个人死亡，13个人受伤。伫咧巴林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批评罗西亚是犯下恐怖攻击，因为罗西亚是指控乌克兰初5轰炸因境内的楚瓦什共和国，至少有2个人死亡，32个人受伤。另外一边，乌克兰初5是公布画面，证实伫咧5月初有发射巡弋飞弹，攻击到伫咧1500公里以外的罗西亚军工厂。这也代表乌克兰的国产武器已经有打击到罗西亚后援设施的能力。罗西亚初9要展开纪念二战胜利日的活动，罗西亚总统普廷提议初8甲初9要停火，因为乌克兰也宣布对初6开始就会停火。不过伫这进前，双方的火力是拢无咧相让，罗西亚民众对停火这件代志有无共款的看法。Я говор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себе никто сейчас не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не может. Перемирие, но я думаю, все это зря. Нужно не перемирие, а мир. Ну, когда мы его дождемся, трудно сказать. 甲以往大庆祝比起来，罗西亚今年是下令缩小规模，无要展示军事装备，就是烦恼乌克兰可能会把这装备当作是攻击的目标。莫斯科搁对初5开始就切断市内网络，普丁警告，若是乌克兰想要破坏因的庆祝活动，就会对基辅来发动大规模的飞弹报复。公新闻警员去编译。
再来看前苏联国家亚美尼亚，这几党为着要减少对罗西亚依赖，选择友善欧盟。最近佮主办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佮欧盟佮亚美尼亚的峰会，这两场正重要的会议，计共是有40个国家的领袖参加。亚美尼亚嘛佮欧盟签真侪经济合作佮战略的协议。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嘛强调讲，会全力来支持亚美尼亚转型。亚美尼亚总理帕辛扬和来访问的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到阵来看军队，就是为着第一届欧盟甲亚美尼亚峰会做准备。双方伫咧峰会达成真侪协议，其中包括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促成贸易、创造就业、增加韧性，而且支持区域稳定。今若欧洲边境还有海岸警卫队，嘛甲亚美尼亚内政部斗阵合作，加强边境甲移民管理方面的合作。另外，伫咧签证自由化行动计划，嘛互亚美尼亚入去欧洲免签证的台区，还有加入欧盟来铺路。欧洲和平基金嘛提供3000万欧元的军队援助物资。也若这是欧盟头一摆支持亚美尼亚武装部队的积极表态。Armenia, indeed, as you've said, sits on the shortest route between Central Asia, the Caspian Sea, and Europe. And in the past, because of war and geopolitics, this route was closed. But now you are changing this, thanks to your brave choice of peace. 前苏联国家亚美尼亚甲罗西亚关系是真歹，毋过俄乌战事爆发了后，罗西亚并无积极介入亚美尼亚还有亚塞拜然的军事冲突。就安尼，亚美尼亚就改做是我欧洲这边。亚美尼亚伫咧测试主办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40外个欧洲各国还有北约组织领导人共同出席。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了后，主导欧洲政治共同体法国总统马克宏嘛安排国事访问，因为法国国内有欧洲上大的亚美尼亚族群，马克宏嘛借这摆机会表达对亚美尼亚的重视。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signé aujourd'hui vient consolider. Celui-ci est monté en puissance au cours des dernières années pour aider l'Arménie à moderniser ses forces armées, à conforter sa souveraineté et cette relation de défense est un pilier maintenant de notre relation bilatérale. 伫咧积极挖欧洲的时阵，亚美尼亚目前也是罗西亚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罗西亚总统普廷捌当面甲警告，亚美尼亚是无法度同时加入两个联盟，因为6月大选就要到啊。外界烦恼罗西亚可能发动假消息的攻击。欧盟嘛伫咧4月成立任务团，协助亚美尼亚对抗外国势力的干扰，确保民主转型。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洪迪亚斯河游轮有3个乘客为着汉他病毒死亡哦，船顶阁有4个人嘛为着病，有一个已经送到南非治疗，有2个人送到荷兰，另外一个目前是无症状。嘛按算讲未来3天到4天内哦，船队驶到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会阁来进行大规模的体检。为空气的画面会当看到，这只载医护人员的船驶进洪迪亚斯河，准备接待2个需要紧急送病院的重症的船员。另外，美联社嘛摕到目前人伫咧船顶旅客所翕的画面，显示船顶穿全套防护衣的人员，橄榄线透开了后，甲船驶离开洪迪亚斯河。接落来，这只游轮阁要继续开始跑，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卫生部就指出，洪迪亚斯河预计伫咧3天到4天了后就会到位。这摆汉他病毒的感染，拢总造成7个船员，也有旅客出现病症，其中有2个确诊，其他5个是疑似的病例。7 individuals of the 147 passengers and crew have been reported ill. Sadly, 3 have died. 1 patient is in intensive care in South Africa, while 2 patients are still on board the ship and are being prepared for medical evacuation to the Netherlands for treatment. In our disease outbreak news that we published late last night, we did mention a 3rd suspected case who reported a mild fever at one point. This person, I'm happy to say, is currently doing well and is asymptomatic. 医疗专家就指出，汉他病毒主要是捌到鸟鼠的屎、尿、嘴烂才会胃痛，致死率有1%到50%，不过目前并无人传人的可能性。The risk to general public is low. This is not a virus that spreads like flu or like COVID. It's quite different. 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加那利群岛是有治疗汉他病毒能力当中，距离洪迪亚斯河上近的所在，所以才会选择。若船只到位了后，会交予医疗单位，甲所有的旅客还有船员进行体检，还有照护，煞尾才会转送转去因家己的国家。公司新闻，齐家珍编译。
过来消息哦，过来看花莲县政府后边的空地，常常拢有人乌白蛋粪扫。最近环保局嘛已经去设移动式监视器，要来找出凶手处罚。计程车司机停伫遮休困了后，刷手就甲车顶的粪扫等位路边的树篮内。另外一台奥多麦的技师嘛是刷手就甲粪头等位草包内面。环保局人员前往摒扫，一早起就清出几啊袋粪扫。捡这么多？对啊，里面还很多哎。都是随意丢弃的嘛？对，尿布啊什么的，你看那边也是一样。更较憾的是，这竟然是花莲县政府后面附近的军用地，互人乱抌粪扫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里长逐工咧巡嘛无路用，希望会当有相关的单位到架设监视器。那2块地都是军方的嘛，但是军方就没有经费啊，没办法装啊。那你们现在希望环保局能够做什么样的？就是不定时的来帮我那个装那移动式的监视器，有没有？能抓几个算几个啊？环保局表示，自去年开始，已经伫一寡常互人乱抌粪扫的热点设置监视器。到目前为止，这搭已经记录到9件乱抌粪扫的行为。以前在稽查呢，其实很大的困难都是在确认行为人他的身份，导致这种查处的成效受限。那透过这一次的科技执法，我们取得了明确的影像视证以后，就可以锁定这个违规的对象。环保局强调，除了会对乱抌粪扫的行为人，照《废清法》第27条处罚1200块到6000块。另外，嘛会发函要求土地管理单位发风波，2礼拜内改善环境问题。另外，所当时的摄影机无法度24点钟录影，恐惊有无法度完全修正的问题，嘛会伫1礼拜内改成固定式的监视器。记者综合报道。2021年，新竹市有办一个啉好水的公投，13万票同意。新竹市政府去年嘛通过废水排放管理自治条例，规定讲要爱设委员会。也毋过今仔早起是有民间团体批评讲，这委员会一档敢若开200回，民众提报问题嘛无人通注意，批评讲这委员会有哪无的。幕僚權責，落實透明問責。化口號要求市府提升自治條例委員會機能。新竹市伫2021年通過啉好水公投管理自治條例，伫去年正式實施。不過個民間團體認為，應該要提升委員會功能，也提出相關建議。目前每一年只召開2次會議，但我們覺得在通過實施計劃的初期，應該要增加會議頻率，改為每季1次。此外呢，面對重大污染事件，應該增加至少1/5的委員聯署之後召開這一個臨時會。那相關的會議記錄，還有實施計劃，還有每4年的檢討報告，都應該透過專區公開上網。有很多時候，我們提報了很多問題，可是到底要找誰負責？怎麼樣子讓有更多的學者、專家或是其他的團體一起來監督這件事情？我覺得市府在這一部分一直做得很不夠。台灣清氣水聯盟指出，13萬外張的公投選票，也代表新竹市民5萬會當啉到清氣的水。委員會應該要有健全的機能，甲清楚的監督機制。積極研議，且不讓制度流於形式，並透過科技監測與跨技術聯防，務實解決污染問題，全力守護新竹水安全。民間團體呼籲市府針對管理自治條例欠缺的部分，應該要趕緊修改，袂當疏忽着公投的民意，共同來提升新竹市的水土安全，甲保障市民健康。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環境垃圾無地城內鳥鼠啊，中華河邊有民眾徛喺門口是囤真濟紙箱啊，甲糞掃。附近的厝邊就講哦，家蛇甲鳥鼠啊，四界亂掃，是真無衛生。中華縣環保局嘛有派人去勘查，嘛已經聯絡在地清潔隊要來強制摒掃。門口口全攏是紙箱啊，甲糞掃，甚至連出入攏有困難。中華河邊頂有一棟徛喺門口，長期以來囤滿濟紙箱甲糞掃，造成環境衛生的顧慮。附近厝邊就講，毋但常常聞到臭味，甚至閣有家蛇甲鳥鼠四界走，互因真困擾。惡臭味啊！惡臭啊，蚊蟲。然後蚊蟲啊，你等下可能身上就會有蚊子的病。對呀，蚊蟲很多啊。老鼠啦、貓啊都會招人，而且這邊都會生一些野貓。狗抓鳥鼠規個啦，要安怎無法度甲講伊嘛無聽。
伊嘛是安尼。厝边表示，囤物件负责人并无住伫遮，过去清洁队嘛捌来强制清理，但是无偌久，门骹口就搁蹲甲甜满满，严重影响环境卫生。环保局表示，已经有发文予当事人爱伫拜二进行改善整理环境，拜三早起已经派人去现场稽查。针对这种民众吼，伫徛街拢来囤一寡有诶无回收诶一寡物件，今日早起有同事过现场做稽查，有现场还未做清理诶时阵，阮会甲开罚单，变做讲阮会联络公所这边吼来做强制清除诶一个处置方式。中华县环保局表示，稽查了后，确定行为人无伫期限完成改善，嘛因为伊是累犯，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加重处罚，罚6000块。所落来会联络清洁队安排时间来强制清理。环保局呼吁，物件囤甲满世界，可能会引来家蛇、鸟鼠等等，造成环境垃圾。民众应该爱定期整理，共同维护环境经济。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配合政府禁止用喷饲猪的政策，伫南投的玻璃年初开始都无收喷咯。民众会打喷的水分滤掉，真做是一般的粪扫单调。也毋过有管理员是批评讲，喷水倒伫水管甲水沟仔内底，所以即马鸟鼠啊、家蛇是愈来愈多。南投县环保局嘛表示讲，有真侪摆协调玻璃清洁队来处理哦。也毋过因为粪扫囤上侪咯，即马清洁队嘛真无奈。因应政府宣布对明年开始禁止用喷来饲猪，真侪县市的清洁队拢已经无收喷。玻璃是南投第一个无收喷的乡镇，毋过有民众来反映，真侪人会先甲汤汁离好掉，才甲喷当做粪扫摕去澹。即款的情形对年初到今仔将近半冬，结果有人甲议员反映，发现鸟鼠、家蛇变多啊。这就是咱鸟鼠的这个温床啊，因必定咧，这有油。这有时啊咧，较细腻的这个渣嘛是会走落这个排水孔吼。有民众希望粪扫车会当恢复收喷的服务，毋过玻璃的清洁队表示，只甲粪扫收转来，就积甲那山，根本无所在通去。这个粪扫已经蹲伫遮4、5年啊，阮逐工甲这个粪扫做伙食饭啊。所以讲，阮有口难言呐吼。掀开卡顶，就看会到粪扫山，内底是清洁队员食中昼饭的所在。粪扫已经堵甲到通清洁队的建筑物强要平啊。清洁队真希望县政府环保局会当赶紧甲粪扫车走，还有空间，较有可能恢复收喷。遮甜啊，这个已经几万栋啊，迄个坑早就无去啊，所以毋是阮无收处理，处理照收，是规个油水阮无收安尼尔。环保局嘛尽量协助玻璃镇公所来完成这环境的消毒的工作，莫互这鸟鼠啊、这虫影响咱生活品质。环保局嘛尽早将这粪扫会当外溢出去。南投无粪扫的焚化炉，粪扫的问题一直拢是南投县政府头壳疼的问题。亲像喷的部分，南投县环保局按算5月底会至工业区设置有机的废弃物资源化的中心，起好一日会当处理100吨的喷，毋过发包到起好要2冬。这段时间，县府才会当呼吁民众对源头甲粪扫减量，来解决粪扫的问题。记者安英修南投报道。台语团体伫呼吁讲，发展台语应该着爱有台语的专职单位。早起台北市17个无共党派议员组成台语发展连线，望讲台北市政府会当来成立头一个台语专职单位来整合资源，互首都会当来正做发展台语的示范都市。台北市议会台语连线，加油加油加油！这位台北市议员同齐发声，在台北市议会正式组成台语发展连线，找来甲台语团体做伙召开记者会，为着要推动地方发展台语的工作。台语发展连线指出，目前台北市府无专职单位来处理台语的工作，拢分散在文化局、社会局和民政局等等。因打算未来在台北市议会提案，推动成立台语专职单位，来整合台语政策推动甲资源。教育局长伊是讲吼，即马实验学校的空间无够啦，因是讲各位盘点看有机会无？啊，毋过阮感觉讲这嘛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委婉的推脱的讲法啦。阮台北市的少年人囡仔讲台语的比例搁较少，阮拄仔嘛拢看到啊，所以阮会继续甲教育局来讨论。
台基候选人线表示，目前有17位无共政党的议员拢有加入。虽然去年台北市府有设立府级的台基推动小组，不过业务敢若负责推动文化部的台基家庭计划。台基团体认为，安尼候选政策的效果真有限，因也期待看到台北市府带头，对学校教育、语言会长和公务体系各方面来都是友善的台基环境。你出去外口也是单一语言的环境，也是足无友善的，无去即个达成讲咱的道语环境啦，吼，也是即个语言平权、意识甲环境，吼，即个会建立就是爱靠政策，你爱有一个制度，吼，你爱有资源，吼，才有当去做一寡改革安尼。希望爱有成立即个跨部会即个台语学前委员会，吼，啊，过来就是要爱有台语学校，啊，阮有2大计划，一个就是课室语言转型计划，啊，搁即个语言有即个胸章计划。台基候选人线表示，这会期已经有议员针对台基会长向台北市府提案，和民众甲公务体系办代志，一个看到知影通甲服务人员讲台语，未来嘛会当运用文学作品来创造愈侪台语景观，和讲台语、关系台语，成做台北市民的日常，嘛成做发展台语的示范城市。记者卢尚珠、郑准佑台北报道。台东大院开设南岛文化，去年是伫大学开做准的课程，邀请关岛譬如各有台东的原住民做伙来做全国头一只南岛传统的动物船哦，用8个多月时间来完成，改号名做海洋之眼。今仔透早伫台东新来渔港哦举行起航典礼，有来经过训练的船员，要用1个月时间来环岛。阿美斯的青年吹海狸、甲天地，也有大海港，这只集关岛、碧流，也有台东、阿美斯甲亚米航海智慧起做的海洋之眼南岛传统独木舟，初6正式落水启航。它是单边的旋外浮杆船，然后是完全使用风帆，也是无动力航海的一个航海船。这只传统的南岛独木舟是依照关岛飞船的原型。以亚米的木钉，也有阿米斯白色的技术，用天然的材料手工来建造，开8个多月来完成。啊，那管副讲，这是全国头一只南岛文化的传统独木舟，要展现南岛民族靠风向、洋流，也有天星的航海智慧。初6正式启航了后，由6位学员驶船上北，驶台湾一年，停伫咧重要的港口，也有部落来进行南岛文化的交流甲传承。这座环岛之旅拄好拄到东北季风，也有西南季风方向转换的季节。台东县部落大学的讲师张野海嘛表示，这款的气候拄好会当展现南岛民族早期克服气候的条件，也有航海的技术甲智慧。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名古屋亚运9月会举办，台湾历史博物馆参文化部佮运动部合作办一场台湾甲亚洲运动会特展哦，整理过去咱台湾选手得奖的记录，那么做伙来看卖。今日展场就随看到这座亚洲铁人杨团讲的动向，要带观众朋友回去迄时台湾运动场比赛真抢眼的年代。这回台湾历史博物馆参文化部、运动部合作，展出200件珍贵的文本，佮甲展出对1958年东京亚运卡球金牌到现代选手比赛的运动衫，嘛记录台湾伫政治压力当中，安怎透过亚运这个赛事来建立咱家己的身份认同。伫每一届比赛，拢互世界看到台湾的坚强。不只是运动啊，看到那个战后台湾，还有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大家彼此的互动，然后也看到作为台湾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用不同的名字代表台湾出去比赛，一定会好好来，不管是在中继站还是在选手的后勤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好好来照顾他。所以前一阵子我们已经再去一次名古屋考察相关的比赛赛场以及中继站的准备，那也有带回来一些资料。体展人讲，亚运参追求体能极限的奥运无同款，伊较强调亚洲多元的文化参团结，展览分析亚运第9个项目参文化特色，让大家重新思考运动的本质。现场嘛有3体风球、5金混的训练手稿参古鞋啊，展现出不管输赢，拢会当让家己发挥出上介好的实力。这款精神连接社会大众的情感，让大家了解运动员的付出。运动会变成一个大家会当互相来理解团结，吼，因为敢若看是冲突嘛，吼啊，但是我希望讲这边展览会当互真侪观众朋友了解讲，这个运动员的付出，吼，其实不管伊到尾是输还赢，
其实为这种一个目标来打拼的精神是值得按来理解。透过所谓典藏和口述历史，运动场顶面每一秒的公园都变作专门的运动文化资产。对5月开始，博物馆嘛邀请选手来分享，这个特点是一个起头，和运动对比赛场行入去大家日常生活，起做台湾人的运动历史。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今年的全台运下晡收煞咯。今年新办的中央大学是利用真侪影像的概念，嘛采用台湾国产的茶壳、台湾山马来做奖牌哦。今年的颁奖台嘛无做关价差的台啊，干那用纸板来标示。想要摕到全台湾空手道公开女组对拍第3量级3连霸，把期待的黄玉如伫个金牌战，当着实力相当的台体台选手包武芬，黄玉如对0比3约到3比3，不过包武芬有先攞先的优势，佮安尼落去，就算平分嘛是会输去。结果最后3秒，包武芬的先攞先互取消。没错。最后1秒的交踢，黄玉如并盘反败为胜，欢喜甲叫出来，嘛增加前进那个亚亚运的信心。这是我的3连霸了，对对对，就是希望带着这个拼劲，然后可以顺利的抢下亚运的资格。欢喜摕到金牌，不过今年的奖牌无同款，不是一般看到的铁材质。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之前都是拿那种比较重一点，但这次就特别的轻，就好像又特别的不一样。无在的奖牌是今年全台湾承办的学校中央大学为着要符合这届影像的主题，才特别采用台湾国产的木材、台湾山马做的。中央大学强调，每一块奖牌的木纹拢无同款。我们并不是说独特要去砍树木，是它本来就该被砍的树木，我们拿回来，这是一个 recycle， 一个永续非常好的概念。不过，伫社群平台顶有选手坦白讲，也是较介意传统的奖牌，嘛有人直接吐讲，设计理念真赞，不过实体无质感，较粗俗。嘛有选手怨叹讲，大多数的颁奖台拢无采悬起来，干那用纸板标示尔。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如果说要办活动要有讲台的话，就必须要另外加钱去制作，不管是木头的或者是金属的，因为讲台要承重。所以说，其实那个东西非常的厚重，其实也花钱。中央大学表示，是甲影像的概念用伫全台湾每一个面向，毋是无考虑到选手的感受。未来若阁进行影像相关的活动，会以这个经验做评估的依据。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